这什么呀？这他不的衍生设计，怎么变成设计网红了呢？这也太大了吧！他就是喜欢俗的。嗨，杰森，你迟到了整整15分钟，印象分扣5分。走吧。去哪？你家呀。我要是反对呢？我叫刘恋，大家都叫我榴莲，今年30岁。从小我妈就告诉我，我跟别人不一样，因为我是个试管婴儿，没有爸爸。然而，现在我应该说，我已经彻底成了一个孤儿。就在3天前，我的妈妈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很多人都说，失去了双亲的人会迅速变成一个大人。但我并不是，因为我觉得从小时候开始，自己就是个大人。生活从来不会因为你是个试管婴儿，就对你格外宽容。我跟你说，我刚才工作室的时候，感觉灵感爆棚，天使在握着我的手。走路看路，我只感觉塑料袋在勒着我的手。没有被感动到吗？啊，我这画上是谁？你看，哎呦喂！哎呦疼！你赶紧起来呀！这么大人走路还能摔跤？起来！你不扶我一下？那你躺着示众吧。刘秉之，刘秉之，我可是你亲生女儿。摔倒了，干嘛着急爬起来？躺会儿不也挺好？姑娘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把你撞了。妙妙，她是女孩子，这怎么改怎么觉得别扭。我来，我最了解她，我就知道这马蹄还得修修。看着啊。这也太大了吧！他就是喜欢俗的。哇哦！在这儿上班工作，就不要做我行我素的独立设计师。老大，我这都第5稿了，我觉得自然的你说没创意，我觉得有创意的你说古怪。我要的是精致，而不是自然；和谐，而不是风格。你这算什么？人类身体的黄金比例都被你毁于一旦了，荒谬！赶紧拿回去改，然后再给人发过去。这他府女孩的创作初衷，就是在女性的身上能够看到男性的特质，打破性别的偏见。现在妙妙是什么样？完全违背了他府女孩的创作初衷，好吗？我也不明白了，为什么一定要包装妙妙？他府女孩是你设计的吗？不要主观揣摩设计者的理念。再说。化腐朽为神奇，不就是你们设计师的专长吗？不，那是影楼修图师吧？人家修改一次还加钱呢。在公司，你的人设是员工，你拿工资就应该按照我说的做。出了公司，你飞上火星都没人管得着。你要开除我，对吧？不敢，老子我在那儿呢。哼。我告诉你，我装的，我根本就没有怀孕，怀孕的是吴家乐。看了，哎，哼，嘿，把我给开了。抖音放地上。这到底要干嘛呀？姐今天带你混社会。好吧，可以啊。带有杀气，跟紧我。你到
你要干嘛呀？谁是凡妮啊？你是？凡妮在哪？丽姐在里面开会呢，你找她有事吗？就按照这个计划就行了。你是凡妮吗？你好，我是。谁啊？一进来这么霸气。好眼熟是那个榴莲。什么情况？你神经病啊你！你干嘛打人啊？你谁啊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但是你对小易侵犯私人空间，对她性别歧视，你就该打。和他拍拖的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？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？一上来就打人，我要报警报啊！我看哪个警察敢管？你哪根葱啊？薇姐，你是薇姐？啊，永远不是泰山吧？不好意思，我跟小易之间有一点沟通上的一点点问题，马上会解决的。算你识相啊！好好做人。今天的事情大家引以为戒，以后谁也不许再提。我要再听到一句的话，年终奖1分钱都没有，立刻给我滚蛋！薇姐慢走。看什么看？继续工作。这个温姐怎么跟之前有点不一样了？你不知道啊？他前段时间啊去了趟韩国，你懂的啊。喊出来就对了。老师，你也释放一下，喊一喊。我就不了吧。韩老师，你每天都当垃圾桶，负面情绪一定很多，释放出来，来，释放出来，可以，释放出来，来，释放啊！你什么呢？释放一下。老师，哎，有用吧？有用，哎呀，太有用了，舒服啊！哎，慢走啊，下次再来啊！好，再见。